台湾各地满世界拢有公馆这种地名。啊，这个公馆吼，伫咧早期哦，伊是代表什么代志的所在？代表什么代志的所在？台北嘛有，苗栗嘛有。感觉是官员的厝。官员的厝公敢会伤细间？你捌看过吗？我想讲台北公馆应该是因为阮台南嘛有公馆，对啊。嘿，四个就大间吗？哦，伊即马只是一个一个就是地名尔，哎，嘛拢变啊无看你啊。拢无。啊，不过即马一寡迄落咱的地方首长嘛是有人甲伊讲伊的官邸叫做公馆。哦，是哦。是安尼吗？阮会安尼认为。好啊，恁感觉是官员的厝？哦，你要听队员的话。嘿啊，因为阮伫共一条船顶管面啦，对，来。嘿，所以确定是啥物？我确定答案是死官员的厝。机会过来啊，拢起起来啊，起起来！顺 A 甲 B，A，确定吗？是甲旅客休困啉茶的所在，是毋是？是。较早有真侪大地主吼，因有足大片的地，啊，因无可能家己种嘛吼，啊，所以有真侪地拢咱讲白互人做啦，互人来白田、来白园去做，啊，因爱收租嘛吼，啊，因若逐位去收租麻烦的，所以因就有起一间厝吼，足水的厝吼，住伫遐，啊，逐个若要交租来遐交，啊，伊就叫做公馆。公馆。